再来看这纽西兰的牛奶，今年进口是会当免关税，各界即马是真烦恼，会影响到咱本土的产业。另外呢，这进口的牛奶，若准会当放超过30天，就会当写明是长效的牛奶，上紧伫今年7月就会当来实施，这也引起业者的不满。新鲜的牛奶含有多种营养成分，不少人逐工拢会啉。为了应用大洋经济合作协定，今年起生效，进口液态奶会当零关税输入台湾。卫福部食药署去年有过修正鲜奶标示草案，上紧今年7月上路。未来保存期限30日以上进口奶品会当标示做长效鲜奶等字样，引起国内酪农业不满，认为可能互消费者误会是比国产鲜奶更较长效，会严重冲击台湾酪农产业，甚至车声无排除上街抗议。消费者绝对会误导，已经给他一个长效奶了，那又再加一个鲜注，哇，那还得了？如果说到时候真的没有给我们一个合理的商品的标示名称的话，我们酪农绝对是会团结站在同一阵线，希望卫福部不要让我们上街头。根据食药署有过修正，鲜奶、保酒奶、调味奶、奶饮品加牛奶粉品名加标示规定草案。未来鲜奶加温杀菌了后，保存期限30日内才会当标示做鲜奶。超过30日，爱标示做延长保存期限鲜奶，长效鲜奶也是 ESL 延长效期鲜奶。因为预告期间所收集的意见仍显分歧，必须有更多的讨论，以取得共识，再据以办理后续事宜。农业部也表示，立场甲酪农产业同款，希望针对保存期限超过15日以上的进口奶品，拢标示做长效奶，也是延长保存期限奶，无应该有新鲜的鲜之字。对此，食药署回应强调，后手会阁邀请相关部会学者专家来召开会议，取得共识了后，才办理相关事宜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